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2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39节到40节。创世纪44章18节到34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夜景。耶稣基督教导迄个军队者。传福音就亲像夜景同款，因为无有人望夜景是夜伫迄个刺配中间啊、石头顶悬啊，或者是迄个路的中。过去迄个龙田吼，那第一甲要开发的时阵，总是会大声将迄个土地内底所有的石头拢甲挖出来，互规区的即个土变做真好的土。当然嘛，一定会先除杂草，免得即个种落去的即个栽受到杂草的影响。耶稣基督安尼的教导提醒，是因为夜景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修行的结果。福音的种子是毋是会当有好的修行？夜景是第一个真重要的因素。伫约瑟故事的中间，咱看到伊的阿兄，因为因心内的嫉妒，伫心中野了无好的种子，所以就造成伊的老爸雅各失去一个囝，嘛使得因的小弟约瑟的性命真坎坷。伫约瑟还未公开伊的身份之前，伊的阿兄面对这一再出现的这种问题吼，真感觉真困扰啦吼。昨伫咱的读经的中间，也看到便雅悯的弟仔去互人抄出来银杯的代志，造成即个便雅悯着爱去互留落来做奴隶的记载。今仔即个经文会看伫犹大伊徛出来请求爱互伊甲伊的小弟便雅悯来交换。创世纪44章18节到34节记载着这段的对话，会通讲是歹政治的影响。犹大行进前对约瑟讲：“我的主，请允准你的仆人讲一句话，毋通受气。你甲埃及王平有权柄。我的主，你捌问阮讲：恁有老爸有兄弟无？”阮因讲，阮有老爸，已经年老，阁有伊年老才生的煞尾仔囝。伊亲生的阿兄已经死，因老母干若放伊一个，阁因老爸上疼伊。你甲你的仆人讲，带伊来我这，互我亲目看到伊。阮甲阮的主讲，囡仔袂当离开伊的老爸，若离开伊的老爸会死。你甲你的老婆讲，恁的线尾小弟若要甲恁做伙来，恁就免想要见我。阮倒去你的仆人，阮的老爸遐，将你的话甲伊讲。阮的老爸讲，你阁去甲咱买一寡美牛。阮就讲，阮袂当落去，因为若阮线尾小弟做伙去，阮就落去；因为线尾小弟若无甲阮去，阮就袂当见迄个人。你的仆人，阮的老爸甲阮讲，恁知影我的某甲我生2个囝，一个离开我，一个一定互野兽疼碎啊！到当我还毋捌阁看到伊，当恁将即个带去离开我，若伊拄着灾厄，就是恁害我白头毛凄惨落阴间。我的老爸的性命，甲即个囡仔的性命结3连。当阮倒去你的仆人，阮的老爸遐，若即个囡仔无甲阮做伙，阮的老爸看无伊。阮的老爸一定会死，安尼就是阮互你的仆人，阮的老爸白头毛深凄惨落阴间。
你的仆人有对我的老爸保即个囡仔讲，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我愿一生担即个罪。但求你允准你的仆人留地，替即个囡仔做你的奴仆，互伊甲伊的兄哥做伙转去。伊若无甲我做伙转去，我哪敢记见阮老爸？我不忍心看到阮老爸拄着即款灾厄。耶稣基督也正会譬如的教导非常清楚，叫军队的人着爱除去心中的恶鬼，着爱赢伫迄个好的土地顶悬，性命才会当得到成长，并且结实百倍。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耶稣基督的教导讲，过无偌久，耶稣逐城市、逐庄社行透透，传道，宣扬上帝国的福音。12个使徒甲伊做阵，有一寡捌互城神附身，还是破病互耶稣医好的妇人人，嘛甲伊做伙去。其中有莫大列的玛利亚。耶稣捌对伊身上赶出7个鬼。希律的管家考撒的某约阿那，甲苏撒那，以及其他真济妇人，因捌用家己的财物来服侍耶稣甲伊的门徒。有一大阵对逐个城市一直聚集来耶稣遐的时，伊用譬如甲因讲。有一个夜种子的人出去夜种子，伊夜的时阵，有个落伫路边，互人搭。空中的鸟甲伊食了了，有个落伫石头地，因为无水分发出来就焦去；有个落伫刺皮内，刺甲种子平平大长起来，煞甲伊克死。有个落伫好的土地，大长起来，结实100倍。这个话讲煞，耶稣大声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耶稣的门徒甲伊问：这个譬如是甚么意思？伊讲：上帝国的奥秘已经互恁知，毋过对别人就是用譬如，要互因看，看嘛无，听嘛未了解。这个譬如的意思是安尼。种子是上帝的信息，上帝的福音的信息要伫好的土地内底来成长。咱的心田是毋是已经准备好势，要来接受福音的种子？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39节到40节。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因为因亲像草，真紧就焦去，亲像青翠的花草凋去。着倚靠上主来做好，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着因为上主来欢喜，伊会保足你的心愿。着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倚靠伊。伊会甲你成全，伊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着静静伫上主的面前吞忍听候，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毋通受气，着气煞大受气，毋通不平，因为则免伫做歹。因为做歹的人会受到遭灭，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歹人真紧就会无去，你详细查伊的所在，找嘛袂着。毋过谦卑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享受繁荣和平。总是义人对上主得到拯救，患难的时，伊做因避难的所在。上帝帮助因，拯救因，伊救因，讨帮因脱离歹人，因为因倚靠伊得到保护。望福音的种子也落伫咱的心田，求主帮助咱准备咱家己的心，
来赶着遐个心灵中间的歹念，互咱会通领受救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